5月30號晚，一名居住喺洛杉磯南部維農市附近，原本住喺500平方尺車庫改建居所嘅女醫學生，贏得大莊家賭場度假村舉辦嘅豪華巡禮送大屋終極大獎，獲得一棟位於爾灣市、價值大約220萬元嘅全新住宅。呢一項為期3個月嘅抽獎活動當晚舉行決賽，入圍嘅3名參加者各自選擇一把鎖匙，嘗試開門。Anaheim 選擇1號鎖匙，並成功打開房門，成為最終得主。佢喺2024年為就讀超音波檢驗師課程，從佩里斯搬到洛杉磯，因租金負擔較重，同家人同住於經翻新嘅車庫空間，並計劃喺今年8月畢業。第二日，佢同7歲女同屋企人一同參觀新居。佢表示希望為女提供更好嘅居住環境。另外2名決賽入圍者各獲得5萬蚊現金獎。主辦方表示，活動將會喺2027年再度舉行。除抽獎活動外，大莊家亦都向大洛杉磯地區人人家園捐贈近10萬蚊，用於支持山火後嘅重建工作。此前1年亦都曾捐款5萬蚊。大莊家賭場度假村為美國其中之一間最大規模同埋提供最尊貴嘅賭場度假體驗，被康泰納仕旅行者雜誌評選為全美最佳度假村同賭場，且自2002年起一直被美國汽車協會 AAA 評為4鑽級酒店。擁有超過5500台最新潮角子老虎機、賭台遊戲、世界級休閒娛樂項目、1100間豪華酒店客房、星級餐飲食府，讓人煥發身心嘅水療護理，以及世界錦標賽級嘅大莊家 Journey 高爾夫球場。大莊家賭場度假村全年24小時營業，入場博彩人士必須年滿21歲或以上。了解更多詳情，請關注大莊家賭場度假村嘅官網以及社媒賬號。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